Hello，大家好，我係David。嗱，最近咧都見到好多 YouTuber 咧都喺度比較咧大陸生活啦同埋香港生活咧嘅差異嘅。即係最近唔知點解好多 YouTuber 都不約而同咁講呢個題目，唔知係咪因為以前連登有啲討論咧就話有個女仔咧就寧願兩地走3個鐘都要翻大陸住，翻香港做嘢嘅。最後我都聽到哇，點解個個博主都講呢個問題？聽完佢哋講之後咧，好多都話大陸生活咧就冇話想象中咁好嘅嚇，有好多原因啦。最明顯就係可能揾唔到錢啦。啲人就話大陸就啲上網冇咁方便啦，要用 VPN 啦，又話被封殺啦。YouTuber 就話講真話啦，講大陸生活嘅真相啦，又話又攞好多數字嚟對比啦。不過對呢個議題咧，其實都好感興趣嘅，因為我就移居咗大灣區住，我係支持大陸生活嘅。不過前提係要退休嚇，前提退休。因為呢個問題我都有問過室友咧，退休伯伯嚟嘅。我話你點睇啲人成日話灣區生活同香港嘅生活對比咧？咁佢話梗係大陸生活啦。即係佢同我分析最簡單就係你人喺邊度你都係咁使㗎啦。你人喺邊度你都要食飯啊，你都要住㗎啦。咁既然喺香港住咁細，點解唔搬去大陸住呢？即係佢個理論就咁簡單。即係好似我哋咁我哋如果唔係強迫要喺香港翻工嘅話呢，真係冇必要住喺香港。我哋工作呢，如果唔係話真係要打卡嘅話呢，喺屋企線上都做得到嘅話呢，就冇一個地域限制呢。咁梗係住嘅話，梗係想住得好啲啦。咁而且對長者嚟講呢，因為佢已經冇一個工作嘅需求啦佢希望夠錢好搣啲咧，好多時都翻大陸住嘅。咁係咪就代表後生仔咧就唔可以翻大陸住咧？又唔係喎，又覺得。咁其實最主要都係睇你嘅生活態度啦，對未來生活嗰個憧憬啦，同埋睇你嘅預算啦咁有啲人可能話我住得偏僻啲，但係我中意空間大啲嘅空間大勝於一切嘅就算周圍荒蕪之地咧，我住得舒服就得嘅。有啲人就中意鬧市嘅，好似香港咁，哇落街就超熱鬧，全部都係人來人往，翻工方便嘅。即係因應唔同人嘅需求咧，有唔同嘅意見嘅。有啲人就話我中意人工高啲嘅，即係感覺喺呢個地方賺錢多啲咧，優越感咧要強啲嘅咁會覺得自我價值肯定啲嘅即係唔同人有唔同需求嘅。今日就想討論呢個問題啦，究竟以幸福感計啦喺香港嚟講咧，同埋大陸人嚟講咧，邊嘅人係會幸福啲嘅咧？咁講到幸福感咧，我都有問過室友伯伯咧，我問佢你點睇啊？跟住佢話梗係翻大陸啦，因為佢覺得咧，即係香港真係好狹窄，喺一個咁狹窄嘅環境咧，好容易有矛盾出現啦好容易有爭拗啦住得人又多啦人均面積又少啦，又冇位擺嘢啦，淨係居住嗰度咧會引發好多人與人之間嘅矛盾嘅。但喺大陸你好少發現有呢啲問題即係空間充裕嘅，唔需要話好大到咧跑唔完，但係起碼嗰個人均居住面積係絕對大過香港好多先啦咁大家相處之下咧，就冇一個空間嘅問題出現先啦。跟住我再同佢討論嘅時候，有冇啲實質啲嘅比較咁樣？咁好多人都會第一時間諗香港揾錢多啲喎。咁我室友都話，但係香港使錢夠多啦。咁拉上補下，其實好似又真係差唔多。如果你衡量一個地方嗰個幸福感或者價值嘅時候咧，其實唔係話揾幾多為單一指標嘅，主要係睇佢揾幾多同埋消費幾多同埋嗰個質量。即係幾方面去比較嘅。我都同佢傾偈嘅時候都問佢啲問題啦。佢話喺香港乜都做唔到，乜都貴因為我另一個室友咧，佢喺香港有養部車嘅。咁佢第一時間就話：哇！你喺香港養到部車啊？你應該係好有錢先養得起部車嘅。咁我哋就以養部車嚟計啦即係你有一部車咧，係真係可以大幅提升你嗰個幸福感。先唔好講城市規劃嗰啲啦，或者方唔方便先啦。淨係講養部車先。如果你喺大陸咧養部車咧停車位300蚊，喺香港養部車停車位3-4千蚊，價錢係佢10倍嘅。喺大陸買車保險咧3000蚊一年，香港我未買過，唔知應該唔止3000嘅。跟住喺大陸充電2毫紙一度電，喺香港唔肯定幾多，好似聽個室友講好似1個幾定2個幾都有差距，起碼都有5倍差距以上。停車費嗰度喺深圳停就可能15蚊一個鐘嘅，東莞停通常都3蚊5蚊一個鐘嘅。喺香港停30-40蚊走唔得啦。跟住我室友就話：你睇下，淨係養部車喺大陸係 10%， 打個1折俾你啊！大陸養部車係香港嘅1/10嘅價錢，10倍嘅價錢，咁誇張。喺大陸養部車係完全冇壓力嘅，係即係當係平時日常出行，甚至可以話，如果用得頻密嘅話，係可以話比你搭車仲平。先唔好話城市規劃嗰啲啦，因為我嗰次帶我室友去咧，嗰日有條片咧，咪話冇嘢做，帶個室友去濱海灣嗰度。話走就走噶啦，一落去跟住篤位置揸到過去，有位泊車就行得噶啦。跟住我話呢種生活咧，你喺香港係絕對揾唔到
首先你話要好方便，嘅樓下有停車場，出行又方便，即係嗰啲城市規劃嗰啲啦嚇。跟住去到目的地又有停車場俾你泊車，你喺香港好難揾到位泊車啦，即係唔講呢啲城市規劃上嘅生活質量呢，佢話淨係個價錢上面都相差10倍咁多嘅。咁但係你當然大家都會話，喂，你呢度平，但係你人工平啊嘛。雖然你喺香港係揾到2萬蚊啦，你當你人均中位數2萬蚊啦喺香港嚇，你喺大陸揾5000蚊，普遍都係5000蚊啦。5000蚊，但係你所有嘢淨係單買車啊，你可以相差10倍價錢，即係你5000蚊可以當5萬蚊咁使。咁嗰個幸福感上面呢，又好似真係大陸強過香港嘅，即係淨係俾個物價上面，未俾個環境規劃嗰啲嘢。好啦，咁講到租樓嗰方面啦，你唔好話講租我呢度咁成1000尺面積啦，香港租個細細地300-400尺嘅一個地方啦，即係四四正正好睇啲嘅地方呢，唔好話就唔就腳啦，1萬蚊至到15000蚊都要噶啦。喺大陸呢，你話市中心租個地方2000到3000，呢度相差5倍價錢嚇。即係佢嘅1/4打咗個25折咁上下啦，3000蚊同埋15000蚊，3515嚇。又換算翻你嘅人工計啦嚇，你揾5000蚊喺租屋嗰度咧，你可以慳到4/5嘅價錢啦嚇。即係你嗰份人工係可以5000蚊當5倍咁使，25000咁使。香港揾2萬蚊，住屋佢都15000蚊，佢呢度人工好似都見使過呢度啊！即係你折合嗰個消費力嚟計啊！大陸揾5000蚊嗰個幸福感係好似強過香港揾2萬蚊嘅幸福感好多嘅，感覺上好似你都未計個面積個比較啊！你呢度住緊個面積啊，如果你夾硬要比嘅話咧，呢度你10000蚊租到300-400尺，呢度你3000蚊租到成1000尺，你放翻大連呢度你要同樣質量比嘅話咧，可能就要3-4萬先租到呢一度嘅居住質素嘅。所以我會理解點解有啲人會專登寧願搭多3個鐘車都要翻大陸咧住得大啲舒服啲嚇，有佢嘅自己嘅私人世界me time 時間，有個空間啦，有佢可能中意養貓又好啦，中意砌 Lego 又好啦，中意玩 figure 又好啦，有充足嘅空間俾佢享受生活嘅嚇，有自己工作間，有自己醫務間嚇。咁佢覺得我來回3個鐘，當我翻多3個鐘時間，去慳翻一個咁可以擁有自己咁大嘅空間咧，嗰個價值遠超過3個鐘賺到嘅錢嘅。咁佢會覺得值，佢就會用呢種模式嚟生活咯。即係喺大陸住寧願嘥3個鐘來回翻香港翻工，再翻大陸5-6日假期啲日子翻大陸住咧繼續享受翻呢個居住環境嘅優化。咁會睇到呢個差別咯。咁再者食飯嗰方面啦，日常生活啊嘛，食嗰方面我東莞呢度食係平啲嘅，因為呢度係打工城市咧，食乜嘢都平。咁我琴日去咗樓下，通常我呢度附近嗰啲食飯嗰啲打工頹飯嗰啲咧就10蚊至13蚊嘅已經好好啊，13蚊已經好豐富，即係相對於香港嘅兩餸飯嘅質量㗎啦已經。我記得我以前兩餸飯喺樓下咧，好似25蚊食到而家45蚊，唔知有冇加價應該都40零50蚊左右啦。兩餸飯你睇10蚊雞同50蚊。又係相差5倍，你大陸揾5000蚊，又可以放大5倍人工嚟使，當25000咁使。咁所以即係大家可能會有個錯覺就係，大陸揾錢少啊嘛，即係有好多黑粉都成日鬧我嘅，喂，你又要享受大陸嘅低物價，你就要接受大陸嘅人工少㗎啦咁樣。我梗係知啦，咁但係講緊個購買力嘅問題幸福感都係 depend on 你嗰個購買力㗎嘛。咁所以你又唔好話大陸人工低，但係如果你以幸福感嚟計嘅話咧，我唔覺得大陸揾5000蚊幸福感會差過香港。當然有啲工真係好辛苦啊，有啲我真係成日見到東莞啲人打工咧，打11個鐘嗰啲入廠打螺絲嗰啲咧，打11個鐘星期日都冇假放㗎。佢話星期日最多唔加班嘅啫，都要翻工咁如果你以工作時數或者工作模式計咧，就好似香港人真係幸福啲嘅。香港通常普遍都啱8至10個鐘，10個鐘已經係加班2個鐘㗎啦，已經係有翻自己 me time 時間嘅。但係大陸唔係淨係得入廠打工㗎嘛，有啲可能做其他工嘅都可能有5-6千都有嘅。即係你睇到個分別就係大陸雖然揾嘅人工低，但係佢嘅消費物價同埋嗰個質量上面咧就唔比香港係少嘅。再講嗰個睇病嘅問題啦，香港睇病你一係就睇樓下嗰啲家庭醫生診所啦，400-500蚊、800蚊走唔甩啦；一係就輪香港嗰啲急症室啦，又要排隊啦，又最近好似加咗價啦，我唔記得咗幾多錢啊加到。大陸咧好多醫院
基本上你掛號都唔使點排你 walk in 籌又有得攞，睇病咧通常都100蚊至200蚊搞掂，仲要係醫院喎，唔係診所，唔係問診嗰隻喎，係醫院喎，係有晒儀器設備化驗嗰啲，仲要你隨時都有人幫你 claim 嗰啲社保嗰啲咧，又 claim 到7成嘅，打翻個3折嘅。大陸同香港睇醫生咧可以相差10倍價錢，即係你會見到大陸5000蚊係見使過香港2萬蚊好多嘅。你諗下嗰5000蚊放大5倍，嚟使就當2萬蚊咁使同樣嘅質量幸福感係滿滿。如果你好似買車咁咧，相差10倍嗰啲咧，放大10倍嚟計，即係你等於香港揾5萬蚊嘅生活質量生活品質、生活嘅幸福感咁大家都睇到個對比咯，即係你要以埋消費嚟計咁先會比較公平啲。如果唔係你話單一睇一個指標就係收入嘅問題，咁冇嘢好講嘅。收入嚟計嘅話，一定係香港收入高啲咧，就感覺上好似幸福啲嘅。如果你單睇一方面咁，但係你深入啲去諗嘅話，你揾2萬蚊，但係你住間咁嘅農屋，有好多人都住農屋㗎。咁嗰日有個操車嗰個 friend 都話，佢問我你知唔知而家旺角租間劏房幾多錢？我話幾多錢啊？8000蚊。佢完全冇生活質素可言嘅只不過係為咗翻工而租嘅咁跟住我個室友個爸爸都話：你喺香港揾2萬蚊，你嗰度消費貴，咪一樣係冇錢剩即係同你大陸揾5000蚊抵 Q 晒，又係一樣冇錢剩。咁有咩分別？咁點解唔喺大陸攤攤條條咁住咧？佢都係咁講。不過而家有拼多多就好啲嘅，而家有好多直運翻香港咧，好多物價咧，淨係計物價上面咁就冇得講噶。譬如你拼多多、淘寶買啲嘢啦，大家嘅物價一樣噶嘛。大陸揾5000蚊，可能佢買到100件衫，但係喺香港一樣，香港揾2萬蚊，可以買到400件衫即係你單純以物價計嘅話咧，嗰個兩地嗰個物價係開始同化緊嘅。咁呢樣咧就香港着數啲啦，即係撇除生活所需啦，你居住同埋食或者有差距嘅物價嘅地方之後咧，純買大陸生產嘅貨咧，香港就有着數優勢啦。咁喺大陸住係咪真係咁好咧？其實我覺得要見仁見智嘅即係因為每個人個需求都唔同嘅，我唔可以話喂，我喺度住得好好，所以你一定要嚟住，就冇話呢支歌仔。再加上好多人都有個心理包袱，就係我哋人望高處水向低流噶嘛即係人梗係希望去更加發達嘅城市啦。香港係點都發達過大陸嘅，咁你話要一個發達城市退居翻去一個落後啲嘅城市咧，就未必好多人接受到嘅甚至你可能揾開2萬蚊嘅人工咧，你突然之間叫你揾翻5000蚊咧，你都接受唔到嘅即係會有個心理障礙喺度。每個人都有自己生活態度嘅，冇話啱定錯。有啲人就唔中意大陸嗰啲電單車穿插插嚟插去嘅有啲人好 enjoy 大陸嗰啲交通網絡即係大陸係最多係高速㗎。你一揸車咧，一上親高速都100幾公里咁去嘅。但係你香港你好少行到100幾公里咁遠。大陸咧係好方便咧。想去邊篤個位置咧話走就走噶啦，一揸車去就起行噶啦，就唔同香港嘅。香港你可能養唔起車啦，就只可以落街等巴士啦，跟住再規劃路線啦再睇下邊啲車道啦或者轉搭的士又貴啦，跟住回程嘅時候又要等車啦。你大陸揸車就唔需要話等噶啦，夠時間一玩完就可以走得噶啦。只係話兩邊嘅生活態度係唔一樣，即係兩邊嘅生活模式就好唔同嘅睇大家中意啲乜嘢嘅。有啲人中意香港嘅熱鬧都唔定，或者有節日氣氛都唔定嘅聖誕新年都好多人出嚟影相打卡周圍啲商場都佈置好嘅，康體設施又充足嘅都唔定嘅。如果你問我嘅話呢，我會覺得大陸人嘅幸福感會高過香港。即係如果你揾到一份比較穩定啲嘅工啦，揾到5000幾蚊嘅話，6000蚊嘅話呢，我覺得生活質素唔會比香港揾2萬蚊嘅市民差嘅。而且壓力方面呢，香港係好急速嘅，節奏好快嘅。大陸呢，當然你除咗你講嗰啲外賣或者打螺絲嗰啲啦，或者做滴滴嗰啲係辛苦嘅嗰啲可能都好急速嘅。但係撇除啲工，如果你揾到份他條啲嘅話呢，唔會話生活質素差過香港嘅。咁所以你話翻去開頭嘅問題上面啦，就係咪淨係得老人家先適合退休居住呢？我嘅意見我就唔覺得係嘅，因為你會覺得老人家又唔使做嘢咁冇必要喺香港住啦，去邊個地域冇地域限制，去邊度生活都係咁你嚟呢度飲杯水同喺香港飲杯水係一樣噶嘛，但係你呢度飲杯水平啲咁係咪淨係得老人家先適合翻灣區住？我又覺得唔係嘅。後生仔我見到有啲粉絲 WeChat 我咧都話而家都喺
喺大陸生活緊。咁同埋甚至有好多朋友咧都已經開啟咗雙城生活啦，即係佢唔係話完全 shift 翻大陸住嘅嚇，佢喺香港做嘢，喺大陸可能買間細屋仔，跟住可能中山度買間細屋仔啦，或者佢阿媽退休喺中山買咗間細屋仔，跟住咧就假期嘅時候啦，就成班人一齊當去旅行咁樣去中山嗰度住幾日5-6日，住完翻香港繼續揾錢嚇，咁你會變咗一至日有5-6日3日時間都係大陸瞓嘅話咧嚇，咁個感覺上面又好似既可以享受到香港揾錢嘅紅利，又可以享受到大陸嘅低物價嘅幸福感。咁樣嘅生活模式咧係一樣有好多人做緊嘅。冇話絕對啱定錯，即係做人最緊要開心嘅啫，你自己覺得開心咪得咯。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你喺大陸居住嗰個物業管理嗰個居住環境條件咧係好高要求。原來喺大陸嘅話，因為佢好中意評分制，好中意咧問責制嘅。以我呢個屋苑嚟計啦，管理費要3蚊雞嘅嚇，咁我都一個月要俾成300-400蚊管理費嘅。但係喺香港我唔記得幾多錢啦，我記得喺香港好似800幾900蚊管理費嘅。但係冇任何管理質素可言㗎。大陸生活咧，你如果生活過你就知㗎啦。佢哋經常都會開大會，經常都捉嗰啲物管出嚟。你有冇落實執行呢啲細節？跟住喺度問責咁樣。我哋要求提出咁，跟住你做唔到嘅話，你哋點改善？我要方案，真實方案。呢度有狗屎，做乜唔清？你有冇定一個時間表啊？嘟幾時清一次？有冇個執行細則出嚟嘅？好誇張，我嗰度聽嗰啲叫咩鴻門宴啊！哇，好蝦嘅，佢哋嗰個要求好高。佢話我呢度俾3蚊管理費啊，好高㗎。跟住我心諗我喺香港俾咗8嚿水，我都唔覺得有咩生活可言，我都習慣咗。我已經覺得呢度啲小區已經係好好嘅，即係佢已經打理得好乾淨，花花草草啊咁樣，又成日都見佢洗地嘅。喺香港交咁多管理費，唔好話冇盡責，只不過係未到位嘅啫嚇。咁即係你睇到個差別就係喺大陸你俾好少錢咧，你係可以要求好高嘅。喺香港咧，你炒咗物管，你一樣要揾第二間物管，你第二間物管都係 hea 做嘅，即係咁樣咯。同埋佢大陸咧嗰個物管咧係有品牌嘅，即係佢哋成日都話，我萬科嗰度住嗰啲物管好到咧，會每家每戶送餅啊、送鮮花啊、自動送上門嗰隻，斟茶遞水敬禮嗰啲咧。一入屋會敬禮啊，會講早晨啊，會點樣，即係好誇張嘅嗰啲服務質素係好到，即係啲人會有比較嗰啲。我成日都覺得唔錯啊，呢度已經。佢話你話呢度好啊，你都未住過咩叫好啊？佢話呢度已經好差咁樣。我都因為我喺香港咧就差慣，我就唔知咩叫好，其實即係會有咁嘅差異咯。即係原來佢哋嗰個對服務嗰個講究性係好高嘅，比香港人仲挑剔嘅。咁同埋喺大陸住咧，你任何小區都係啦，一定會有個管家嘅。你有咩大小事咧，或者你個水龍頭爆咗咁樣，揾管家，乜都去揾管家做嘅。你都唔會話有咩圍標出現。好似聽講咧，佢啲管理費係有政府監管，唔俾亂嚟嘅。即係你見到好似雲屋苑咁咧，大火又圍標嗰啲咧。我以前香港住嗰個屋苑又係有一班人喺度候住個肥豬肉咧，喺度騎劫業主立案法團咧，比比皆是，度度都係會做呢啲嘢。但係喺大陸你又好少會，未必話冇，我未聽過咯，可能見識少啦。即係好多時你住嗰個小區咧，都係嗰個發展商旗下嘅物管公司嘅，佢哋都需要一個品牌認證嘅，即係要講究口碑嘅，都唔敢亂嚟。即係有咩事就揾管家咯。咁每一棟咧都有唔同嘅管家去負責嘅，分流出去嘅就好方便嘅。你喺香港你揾管理處，管理處都係水你嘅，得搞掂㗎啦咁樣。而且你揾佢又好難，你要打電話啦，冇一個 WhatsApp 㗎。大陸係會微信管家咧，管家做得唔好又係俾人捉去大會度喺度指指點點嘅，喺度狂鬧。我成日見佢成班喺度鬧佢，跟住其實我心諗已經比香港好多咯，仲鬧。但係佢哋嘅要求標準仲高啲嘅。我唔知大家對於兩地嘅幸福感咧有咩睇法咧？大家可以喺下邊留言討論一下啦。有啲咩對比啦，有啲咩收入啊，或者居住啊，或者支出啊，大家唔同意或者有啲新嘅諗法出嚟咧，都喺下邊留言討論嘅。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